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初5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互民众心惊惊的国家队的翠暗去拦着中国货事件。嘉里科技逼出进口中国的翠暗，拦伫咧新名字翠暗内底交货。士林地检署当时指挥相关单位敲出嘉里科技的公司甲工厂，扣押相关的资料。也若是嘉里科技的负责人林敏进，检察官是以涉犯诈欺等等的罪名，但是无羁押必要，会当用350万交保。但是卫福部长跟总统都重话批，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最新下到媒体问伊，嘉里科技负责人林明正头拢无讲话，包括检察官指挥台北市调处，另外新北市路检署等相关单位拢到现场调查，因为最暗国家队的嘉里科技被逼讲新名字翠安内面有南非医疗用的中国翠安。最新案检察官第2遍登记工厂搜查，总共搜查6点外钟，一直到暗时9点才结束。我们今天已经执行完搜索了，那也已经扣到相关的口罩以及资料。那后续的这个案情的部分，我们会一一厘清。嘉里科技的做法引起各界批评，因为讲法也互经济部否认，检调查考相关的翠暗资料等事情，甲负责人移送地检署复讯。初5透早3点半，以涉犯诈欺、商品虚伪标记等罪，验过无羁押必要，有抵350万交保。这样的一个欺骗消费者、诈领国家补助的这样的行为啊，是绝不容宽待。这样扰乱社会秩序，还有破坏国家信誉啊，我们会要求速办严办。新北市是嘉里翠安配送主要地区，有民众伫咧前几天拄听到一家伙6个人的配给量，内面有一半是嘉里的翠安，赶紧摕来退换。2个礼拜领一次，那领6个人份，那我大概就是有3个人领到这样子。人家来给我，我才知道。带了没？啊？有带过了没？有带1个。消保官会同卫生单位稽查下区内药房目前新名字翠暗库存的情形。有药师讲，这礼拜收到的新名字翠暗，拄好拢是嘉里公司的翠暗。看到新闻了，随该封起来，但卫生机关甲消保官处理。第一线就是先不要发，只是可能要等邮差退换货这样子。伫咧南台湾的高雄，是有真侪买到非新名字，验过是嘉里公司生产的阿珍的翠暗。嘉里公司发声明讲，网络买的甲现场购买的人，自初9开始，会当查发票或者是购买证明，直接到公司摕，1片摕5块。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本来公布，新名字买的人，随时到10日，4大超商甲相关通路的平台，拢会当退换。验过买啊改制，只可能会当伫咧健保特约药房甲各县市的卫生所退换。记者综合报道。国家队的翠暗发生南中国货情形，疫情指挥中心昨下晡嘛开临时记者会，伫咧52间翠暗国家队内底，除了嘉里科技，也阁有1间嘛是有用进口的，而且阁毋是医疗级的翠暗，目前是当咧调查。另外，咱台湾昨是增加一个对日本入境的确诊病例，咱做伙来看详细报道。翠暗正面下骹有印 Carry Mask 的供应，这就是嘉里科技公司今年8月份对中国进口的问题翠暗，结果南内新名字通路来卖，引起社会争议。疫情指挥中心初时下晡临时召开记者会表示，事件发生了后，已经针对全台湾52间翠暗国家队开始稽查。目前发现除了嘉里公司，也阁有1间有进口非医用的翠暗，检调单位已经介入侦办当中。除了嘉里科技以外，当然就是还有刚刚记者朋友所提的哈，因为这个部分检察机关已经在进行调查之中了。指挥中心表示，今年3月份就捌伫咧边境查到嘉里科技公司对中国进口伪造 MIT 标示的翠暗，迄当阵对业者处罚9万块，嘉里公司嘛放弃这批翠暗，所以并无留入去市面。若是外界关心讲，台湾外交援助的5000多万的翠暗，敢是有包括问题翠暗？指挥中心有特别针对这件代志来回回。员外的那个口罩呢，大部分都是外科用的口罩。那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5100万片里面员外的，第一个原则上是没有发现有嘉里的口罩去员外。
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个案是40多岁女性，去年9月份去日本做工课，今年8月底伫咧当地出现流鼻水的症状，要去诊所予医生看，后来症状改善，9月初1入境的时阵是无症状，因为主动声明讲肉无爽快状况，由机场人员安排采检了后才确诊。那目前也掌握了他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1人哦，其中包括前后2排的这个乘客有1人哦。那另外机组员10人。若是越南甲日本前一日分别传出对台湾入境的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表示，日本的个案是台湾一个50多岁男性，甲伊做伙朋友 PCR 检验的结果是阴性。越南期间的确诊案例，入境的时2届体检拢是阴性，一直到隔离的第19天来采检才变阳性，所以判断伫咧台湾感染的可能性是较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大选战甲热扑扑，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初三发表声明，表示讲伊若是当选，会会见西藏流亡的精神头人达赖喇嘛，而且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官员，制裁侵害西藏人权的中国官员。接落来看《苹果日报》，昨网络顶流传有只中共的解放机。光势摔落来，而且风声讲是伫台湾去互台湾的军机弹落来的。对这件代志，台湾的国防部是反驳讲，这是无假无假，完全毋是事实的假消息，强烈谴责这种恶意的行为。上尾来看《自由时报》，政府就要放任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甲美牛进口台湾是引发质疑，而且猪甲牛的各种部位的莱克多巴胺容许量是变作注目的焦点。卫福部昨暝是宣布讲，今仔日早起11点，卫福部长陈时中会亲身开记者会来说明。政府宣布要开放美国甜肉进口了后，就卖四成汤的业者烦恼讲，是要安怎让消费者对因卖北来有信心？不过根据财政部的资料，台湾对英国就有咧进口猪的北来，而且是对美国进口的上济。伫网家卖四成汤的老店，讲因的猪多猪肠，一寡北来拢是来自国产猪肉。这么政府决定有300种的美国猪肉马年会当进口。这么因伫咧烦恼讲，到时要安怎标示产地，才当互消费者知影。以后更造成困扰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标示，然后加强客人的信心呢？那政府要怎么样辅导我们有效的、清楚的跟美国猪怎么样做区隔？业者讲，10几年前，因就伫咧店内壁顶打讲，因四神汤的原料做的拢毋是进口肉，因为台湾早年有进口猪的北来，不过伫咧冷冻过了。吃起来较袂甜，也较查查定定，老顾客一食就知。根据财政部关务署的资料，会当看到咱国其实有伫咧进口猪的北来，而且伫咧冷冻的猪北来项目，自美国进口的上侪有7886档，数量拢是加拿大加西班牙的2倍以上。猪杂碎是到这个民国87年才开放的，因为86年台湾是发生口蹄疫嘛，杂碎嘞，那个老外他们也比较不喜欢吃。从美国进来的这些猪杂碎，大部分都是那个猪肝连，还有那个大肠头。冷冻肉品业者讲，伫民间一般的进口美国猪肉北来，主要是大肠头加肝连，不过国际上对莱克多巴胺的残留标准，只敢针对鸡肉、肝、油脂这4部分做规范。这么其他部分是不是也有残留标准？其他的部位，其实目前来讲，许多的国家大部分都还是会订定。那这个订定的部分呢，我想那个卫福部应该会来预告。当局中讲，卫福部应该有过，不过农委会甲卫福部食药署本来打算初4、拜5要公布莱克多巴胺的残留用准量，却临时喊停。卫福部长陈时中强调，应该开时间收集证据，经过专家讨论了，才会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甲外交部，佮日本、欧洲驻台代表，将做伙举行论坛。AIT 嘛伫会议当中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强化合作，重做供应链，特别是伫资通讯甲医疗领域。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甲理念小我的国家产业连结，分散我可高一个国家的风险。也若是这场论坛，也是捷克的参议长韦德奇伫台湾的上尾一个公开行程。捷克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就这个机会，美国在台协会甲外交部、经济部，抑个日本、欧洲驻台代表处合办重组供应链论坛，也发表联合声明，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无受政治胁迫。
特别是伫资通信加医疗领域。Medical supplies could be weaponized or politicized during the pandemic. What would happen if a country's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key infrastructure were in the hands of another during a time of crisis, another country that does not honor the values of the rules of the law, freedom, democracy, and transparency? 吴钊燮讲，中佐供应链就是要摆脱对其他国家过度的依靠。像台美竞争者共同发表5G 安全共同宣言，供应链确实就是国家安全。AIT 处长也再度讲到中国所带来危险，台湾人就这边机会参加全球供应链。Taiwan is already at the center of regional high 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Taiwan firms are the leading industry players that helped to develop ICT and other supply chains in the PRC over 30 years ago. However, in contrast to PRC companies, Taiwan companies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ože největší slabinou demokracie je, že je demokracií. A největší slabostí otevřené ekonomiky je, že je otevřená. Protože potom to umožňuje nedemokratickým režimům, případně podvodníkům v nějakém okamžiku toho využít a systematicky zničit poctivého prodejce stel. 工厂参加的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拢讲会加强甲台湾的合作。台湾是当信赖的好朋友，这也是捷克参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最后一个公开行程。记者综合报道。捷克参议长韦德奇的访问团6天的访问行程已经结束啊，昨离开台湾，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堃，佮有外交部长吴钊燮拢来送机。捷克参议长韦德奇离开台湾进前，搁再感谢台湾政府甲民众的热情接待，希望这边的婚礼袂伤过久。来台湾做对的代志，总是有一寡反对的声音，但是捷克甲台湾有实现自由民主的共识，期待台湾的民间航空甲捷克会当直飞。最后是甲立法院长游锡堃道别了后，结束所有行程。镜头来看国外，全世界武汉肺炎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86万。伫咧全世界疫情排第2严重的巴西，初3一天就超过400万人确诊，12万人死亡。但是因的总统波索纳罗煞是讲，无要强迫民众注疫苗。另外，疫情转回美国纽约，宣布伫咧教堂甲超市后礼拜恢复营业，不过拢有人数的限制。两个官员今日去2月19个平民社区，一间一间拜访甲调查，每一户敢若一个人互选出来，而且做体检。Tá outro perfil. São trabalhadores que não tiveram quarentena, não tiveram isolamento, tiveram nada. Então esse inquérito tem função de entender quem são as pessoas com Covid. 巴西确诊累计超过400万例，超过12.4万人过世。甲过去几啊个月，差不多逐天平均拢有成千人死去，比起来，8月份上下尾一礼拜平均逐天869个人死亡，看起来疫情转好。顶个月，巴西才打定牛津大学第一研发的疫苗3000万剂，若是有效，会当去追加7000万剂。但是总统波索纳罗初3表示，巴西无要强制执行注疫苗。Apoia que a vacina seja aplicada até de forma coercitiva. Na lei não está escrito isso, na lei que existe, está em vigor aí. 我是美国上严重疫区的纽约州宣布，从后礼拜开始开放教场，不过人数的限制是总量的25%，而且教场除非有办法伫咧教道顶悬到透明的隔板，若无是禁止开放教道。纽约市的超市嘛展开，限制人数是总量的50%，但是必须要加到空气过滤器。室内卖食物的工厂也是袂当营运，入来这2个所在的人全部都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西班牙就伫要开学，初3伫咧马德里有几啊千个老师来接受体检，提早替防疫来做准备。过去4天，西班牙确诊数量降低，开学了后，老师甲学生上做伙，爱先拄老师开始加强防疫。纽西兰甲南韩拢为着谨慎，宣布延长防疫禁令。纽西兰目前维持警戒2.5级，也就是禁止10个人以上群聚，还佫有保持社交距离。目前气象认为讲会当阻止疫情扩散，决定讲要延后到9月中。南韩最近疫情转好，9月初3、初4连续2天降到200例以下，因为讲伫咧大都会区实施保持社交距离，还有相关措施是有淡薄成果。但是官员强调讲袂当放令，宣布相关限制会伫咧修年都会区搁延1礼拜，其他地区可能搁延2礼拜。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实行香港国安法，联合国有7位人权专家发联署批予中国政府。昨夜公开批信的内容，其中针对侵害香港人的人权，
表达强烈的关切。但是香港学者是认为讲，联合国这款的行为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弹，也代表香港人权的退步，国际投资者可能会小连续离开香港。中央政府硬杀港版国安法，和香港政府以违反国安法，甲伊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还有就街路抗争的人抓起来，而且突袭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等的海外香港人，引起各界批评。针对这件代志，联合国的这个人权专家最近一探期发出联署配合中国政府，而且伫测试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网站公开要14页专文，批中写着港版国安法侵犯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做政治社会运动的人受到司法的迫害，而且立法cap真确实，请中国来解说讲要安怎执行其中的核外管辖权。不但是美国，在西方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反应已经不是北京最初来有判断，国安法通过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他们的关注还没有停下来，压力会增加，可能的反应会很强烈，但是也不会因此就会让步。香港学者认为讲，联合国专家这个举动，就正是香港的人权全被倒退，言论集会等等的自由受到限制，会去影响到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在咧无法度评估风险的状况之下，国际企业可能拢会来离开香港。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国内消息，无举开台1个月过，为也未开台鸿海集团的旗下子公司亚太电信，暂时放出大消息，要甲湾团结盟，签订5G业务合作的计划，会做伙共享频谱甲网络资源20年。未来在2家电信公司的合作项目依法取得核准后，远传电信将增资亚太电信新台币50亿元。增资后，鸿海公司预计在2022年6月30日前，将持有这部分亚太电信股权与远传电信发行之新股交换。股份交换完成之后，鸿海与远传将个别持有亚太电信股份23.8%，鸿海同时也将持有远传电信的股份约2.45%。湾团电信会分做2阶段，入股亚太电信，如果成功了后，未来有用到湾团集团的资源的用户会达到900万，敢若排伫中华电信后壁，这也是台湾的电信业者排名换新上界大一片。Google 初3对外表示，伫芬林要一块20公顷的土地，开200亿起第3座资料中心。芬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欢迎，嘛会对整发计划全力配合甲支持。Google 2013年伫中华中滨工业区设头一座资料中心了，2019年9月份，搁伫台南要设第2座资料中心。最近传出 Google 伫昆林岛南买6万坪的土地，要设第3座资料中心。Google 台湾嘛出来证实。那听到一个好消息，也就是 Google 证实在云林购地，那购买了中签的土地，有20公顷6万坪的土地，将斥资超过200亿来兴建第3座的资料中心。那站在云林县政府的立场，第一个我们表示欢迎，第二个未来整个的开发计划，我们一定会全力来支持跟配合。张立善表示讲，为着要发展经济、引进企业，嘛是分管府施政的指标之一，会协助企业甲行政的程序简化，排除投资的障碍。针对这点，芬林科技工业区的厂商协进会表示讲 ，Google 进驻芬林县，不但会当增加就业的机会，嘛会当提高整体的产业。我看好像是也有200个就业机会吧，那因为我们现在云科工大概是目前大概是12000多人的这个工业区嘛。因为它当然是做所谓的数据中心那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对台湾的产业发展当然是好的那 Google 也承诺它要这个用这个所谓的绿电嘛，这个在地的这个发展那当然也是好的那我们也是乐观其成。芬科工厂商协进会表示讲，芬科工业区是全国第5大工业区，总共有100多间公司，而且厂区内底已经无烧土炭的工厂。若是有使用下炉的工厂，敢若会当烧天然气，是环保典范的工业区，而且重视环保的科技大厂。记者综合报道。铁路局进前规划出代替无要驶入去基隆，要用轻便铁路代替方案，引起在地民众甲通勤上班族的反弹。基隆市长林右昌昨日公布节目表示，基隆的代替袂废除是我讲的准算，表示会尽力甲基隆的代替留落来。
交通部铁道局前日为我进行的基隆轻轨综合规划报告，提出基隆到北斗之间由轻轨取代代替，引起争议。交通部讲要由800支协商备台来进一步讨论，但是三方拢还未协商。基隆市长林右昌就先一步表态，基隆一定会甲代替留落来。火车会不会被废掉？这个用卡头熊嘛，怎样讲北没有什么事啊，因为我是基隆市长嘛，基隆是我说了算啊。林右昌强调讲，基隆轻轨案目前还未定案，而且无排除的升级组、中运量的责问。毋过负责规划铁道局回应讲，即马交通部准备成立800支的沟通平台，各爱三方针对旅运需求来讨论，并无什么铁路一定爱留的结论。我有注意到市长他的说法，我们会在将来的这个有一个沟通平台来去讨论。你要解决当地民众的需要，你才能够去知道说当地民众要什么。我们必须很认真的去看基隆为什么会这样移动。铁道协会分析，以目前基隆人往湘北做工课通勤的需求来看，无论是倒一种运具，拢要符合车帮准、数量多、绩效合理的三大要素。毋过交通建设嘛，必须要做伙考虑到基隆的产业发展，还有起的成本无单一的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伫咧5天前发生农残去放大路石仔事件，最近迄附近佫发生同款的情形。为着要将这寡路石仔清走，市政府限制业者要伫180天内全部清洁了，若无就会继续罚钱。馆长伫咧现场挖出一个大坑，对挖出来表面会当看到漂白色的路屎，因为违法偷带3万立方公尺的路屎，去年被当地里长检举了。台南地检署今年7月要求业者爱清，不过一直拢无看到业者来清。台南市环保局甚至被积极结案。检察官来这勘验，来这现场会勘，一看讲的，甲他讲我这是旧案，以前买的。目前开罚的重点是在于限其他清理，好，所以在180个工作天完成清理是我们要求的重点。那除此之外，对于罚款的部分，我们目前会依照废清法，依照环保署的裁罚基准，会裁罚7万2的部分。外界批评为什么这个用废清法罚业者？台南市环保局解释讲，因为业者所带的路屎是经过台风破碎、自净了，再利用的产品，经过试验未扬出有害重金属，不过伫清好了，也会对下骹的土做采检。像我们把毒渣埋到土壤里面，那对这个土壤来讲，它当然是废弃物啊，它当然是对土壤产生危害啊。种出镉污染的米，才发现才处理那边那4块那4个地号，这边根本那时候就没有发现。台南客家区伫2015年发生农残互人带路屎，互顶头种的稻仔敢若是污染。除了罚6千，也撤销业者的再利用许可证，袂当搁再向工地厂收路屎。这边边啊种火的土，个人发现同款有带路屎，认为可能是共一批。清起来路屎要求业者运到家己的地坑。环保局有全程摄影记录，严格监督业者的清理过程甲后续的去向。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科技大学有一个学生，顶个月13去山顶收集样本，到今已经失踪22天。搜救人员入去山区敲找时，意外记录到4只乌熊出来找者，判断可能是一个乌熊家族。眼镜的山架顶悬，熊熊看到一个乌点长在顶动，原来是一只乌熊。向顶悬来看，还有一只大的甲一只小的，熊仔架身上嘛会当清楚看到有微字形的白色斑纹，是台湾乌熊才有的特征。还有2只，一个母熊带着另外一头小熊在那边。那我就看到这2只之后，我又把那个相对关系利用那个镜头把它拍出来。结果里面还草丛里面还有一只大的，它守候在那边。六股培养大队家己去找找滨科大实验毕业生的行动，9月初2伫咧顶基山区海拔超1500公尺的所在，先听到头前有弄物件的声音，佮发现动物的脚迹。过无偌久，伫咧离100公尺的山谷，发现哪像乌熊家族出现，落尾是用 BB 声甲乌熊来保持距离。出现了顶多只是2只或1只很少看到就是说整个家庭类似出游出来觅食的。如何看到台湾乌熊，互救援人员拢真欢喜。但是世界联络的滨科大应届毕业生朱清林，自顶个月13日去山里采标本，到达22天也阁找无人。
加上希望各界所属歌手来斗相共。官方的搜救行动伫咧8月28停止，民间的搜救也搁伫咧进行。加上透过面册发出奖金来赞助，希望会当有更较侪搜救的歌手来斗相共，无想要放弃任何一个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华岛地区是25度到3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金钟影后要来演出亲情大戏，温暖感动，互人目屎插插滴。啊，你也是阿母，搁甲牵较长的。阿母，阿母！我等你用炒2炒饭，啊，甲红花镜，早去鼓励伊，互你怀一个歹妈妈。公司台语台每礼拜六暗时8点，请收看台语歌上阵。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这像诶，汤拖汉语写作汤拖，罗马字写作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标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阁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阁讨厌的加爪。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阁较重1400倍的物件。总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阁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啊、狗啊，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灭。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会叫做牛仔。俗语讲救糖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糖。搁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指眼眼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复眼、触角、好神、加爪、狗虾、
救虫唔通救人，好神滴盈盈壳，看头看面。虫拖是真古锥的动物，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